但是教育家儿童青少年发展协会相当的甘心，20年来持续帮助无升学、无就业的青少年，透过团体辅导、职场的体验等课程设计，除了互因愿意回到轨道，更希望栽培因找到一技之长。就是他的个性啊，包括他在原生家庭的一些那个做法啊、作风啊，他可能就是依照他自己跟父母亲或者是跟他的那个家人做了一些互动，那可能用他的方式只有单一。那在我们这边可以让他们可以随时改变他们的做法，然后可以正向的思维。那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我们每一年的一些创新不一样的做法，可以让我们这些孩子可以很真正的杜绝他的一些那个负面的行为。今年3月28开学第一天，协会邀请市府教育、社会、劳工等各处以及地方法院、调保室，甲协助课程的秀琴舞蹈团等等到场见证，用多元课程来吸引这群失落学生，重新找到家己人生的规划。就参像第一届学员已经创业有成。青少年探索班就是辅导他们就学跟就业。那我简单跟大家报告，就是有一个孩子他不喜欢读书，他在学校有点受霸凌的样子，但是经过我们辅导以后，他已经改变很多，从不喜欢读书到慢慢，你们可想到吗？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也跟人家合伙开这个日本料理。然后你们现场看到的气球的布置，就是他在课程当中学习到的东西。年满15岁到18岁符合资格青少年，今年目前有19位参与，除了要接受140点钟的课，也有150点钟的工作体验，加半天的追踪，希望让因活出精彩人生。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